如果您已今年过60岁，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您与家人的命运。想象一下，清晨醒来，您四柱下床，却发现右手突然无力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您张开嘴想叫家人，却发现话说不清楚，舌头像打结了一样。您跌坐在床边，心中充满恐惧与困惑。我明明很注意健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每天在台湾各地真实发生的场景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许多案例的元凶不是抽烟，不是高油食物，而是每天以胃在补身体的维他命。是的，您没听错，那些摆在您床头柜上，每天虔诚服用的营养补充品，可能正悄悄变成中风、脑出血、血压剧烈波动的隐形导火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60岁后，身体的规则完全改变了，那些年轻时可以随意补充的营养素，现在却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请不要跳过任何一段，因为最后我会教您3个安全补充原则，让您真正保护自己与家人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知道您很努力维持健康，每天按时吃药，定期运动，小心饮食，但60岁后，身体的规则真的变了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这个年纪开始，血管的弹性明显下降，就像原本柔软的橡皮筋，用久了会变硬，容易断裂。同时，肝脏和肾脏的代谢速度也大幅减慢，原本可以轻松排出的物质，现在会在体内累积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血液像车子，血管像道路。年轻时，道路平顺宽阔，车子跑得顺畅，但年纪大了，道路变窄，路面龟裂。这时候一点小砂石就可能堵住整条路，造成交通瘫痪。更重要的是，60岁后，药物与营养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变得更明显。您以为只是吃个维他命，却不知道它可能正在跟您的血压药、心脏药产生危险的化学反应。接下来这5种维他命，几乎每位长者都在吃，但若补错，代价极高。维他命 D 被称为阳光维他命，它能保护骨骼，增强免疫力，是许多医师推荐给长辈的营养素。但如果摄取过量或在错误的时间服用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。让我解释给您听，当您补充过多维他命 D 时，会发生3件事。第一，血液中的钙质会急速上升，这些多余的钙不会乖乖待在骨头里，反而会开始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让原本柔软的血管逐渐钙化变硬。第二，如果您习惯在睡前服用维他命 D， 问题更大，因为夜间身体的代谢速度最慢，这些钙质会更容易堆积在动脉里，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。第三，血管一硬化，血压就会开始波动，尤其是夜间到清晨这段时间，血压可能突然飙高，这正是中风最常发生的时段。我看过太多案例，许多老人家每天服用5000到100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， 其实早已超过安全上限好几倍。他们以为剂量越高，效果越好，却不知道这就像在血管里埋下定时炸弹，尤其是睡前吃，更是危险的组合。有些警告信号，您必须知道。如果最近常感到头晕、手指发麻，早晨起床时血压特别高，很可能就是维他命 D 过量的指兆。那要怎么正确补充呢？首先，在补充之前，请先抽血检测您的25OH 维他命 D 数值，不要盲目补充。一般来说，60岁以
上的长辈，每日补充400到800国际单位就已经足够。如果您的瓶子上写住2000、5000，那真的太多了。服用时间也很重要，请在早上与早餐一同服用，让身体有一整天的时间代谢。我建议您现在就打开家里的维他命 D 瓶子，看一看剂量标示，也许会发现它远超过您的想象。维他命 E 常被宣传为心脏的保护伞，能抗氧化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许多长辈为了保护心血管健康，每天虔诚服用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它也会让血液变得太稀，增加出血风险。从医学机制来说，维他命 E 具有天然的抗凝血效果。如果您同时在服用阿司匹林、华法林或氯吡格雷这类抗凝血药物，两者加在一起，出血风险会倍增。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刘阿姨81岁，退休国小老师，她为了保护心脏，每天服用维他命 E800国际单位，同时也遵照医嘱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。她觉得这样双重保护应该更安全。某天早晨，她突然感到头部剧痛，像被重锤敲打一样。她是助教先生，却发现自己讲话含糊不清，整个人意识混乱。先生紧急送她到医院，诊断结果是出血性脑中风。在病床上，她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医师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，没想到差点害死自己。”那句话我永远忘不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维他命 E 加上抗凝血药，就像2把刀同时割破血管壁，血液变得太稀，一旦血管有小破损，就止不住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每日建议摄取量只需要15毫克，大约等于22国际单位。如果您的补充剂超过100国际单位，请务必先咨询医师。更好的方法是从食物中摄取葵花籽、杏仁、芝麻、菠菜，这些都是维他命 E 的天然来源，既安全又均衡。如果您家中的长辈也在吃这些保健品，请在留言区提醒他们检查一下剂量，这可能救他们一命。这是我在临床上见过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。维他命 B6 属于水溶性维生素，许多人因此以为多吃也会随尿排出，不会有问题，但事实完全相反。长期高剂量服用 B6 会造成周边神经损伤，而且这种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。让我告诉您它的进展过程。初期，您可能只是觉得手指有点刺痛、麻木，像被针扎一样，您以为是血液循环不好，没有特别在意。中期，这种麻痹感会扩散到整个手掌、手臂，甚至双脚。您开始走路不稳，平衡感下降，常常无缘无故跌倒。到了晚期，神经已经受到永久性损伤，即使停止服用，这些症状也无法完全恢复。有些人甚至需要拐杖才能行走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因为大多数人犯了3个错误。第一，以为水溶性维生素不会中毒，就放心大量补充。第二，不知道自己吃的神经配方或 B 群复方里，单颗胶囊就含有50到200毫克的 B6， 远超过身体所需。第三，同时服用综合 B 群，又额外补充单方 B6， 剂量叠加起来非常惊人。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每天只需要2到10毫克的 B6 就已经足够。请您现在就检查家里的瓶子，如果每一份含量超过10毫克，那就已经过量了。更好的方式是从天然食物摄取，鲑鱼、香蕉、马铃薯、全谷类、豆类，这些都含有丰富的 B6， 而且不会过量。越补越麻，越麻越补，这是许多长者掉进的恶性循环，请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维他命 A
能帮助眼睛健康、增强免疫力，是许多长辈喜欢补充的营养素，但很少人知道它是脂溶性的，不会像水溶性维生素一样随尿液排出体外。当维他命 A 在体内长期累积，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，颅内压上升。症状包括持续性头痛、视力模糊、恶心想吐，甚至出现假性脑瘤的现象。您的脑袋就像被一个看不见的手紧紧压住，非常痛苦。现实中，不少老人家同时在服用护眼胶囊和综合维他命，两者加起来剂量可能叠加到正常需求的3倍以上。他们以为这样对眼睛更好，却不知道正在伤害大脑。我曾经遇过一位退休老师，他因卫视力退化，开始大量补充维他命 A， 结果几个月后，他看东西开始出现重影，走路时常常头晕，甚至有几次差一点昏倒。经过检查才发现，他的维他命 A 已经严重超标，造成颅内压升高，停止补充后，症状才逐渐改善。有些警告信号您必须注意，如果最近常感到头痛、视线模糊、恶心、反应变得迟钝，请立刻检查是否补充了过多维他命 A。那要怎么安全补充呢？如果您每天补充超过2500国际单位，请先咨询医师，避免重复摄取不同产品，尤其是护眼配方加上综合维他命的组合。更好的方法是从食物中摄取红萝卜、芒果、菠菜、地瓜叶、鸡肝，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，身体会根据需要自行转换成维他命 A， 非常安全。眼睛真正需要的是多样食物的颜色，而不是瓶子里的高剂量。烟碱酸，也就是维他命 B3， 被许多人视为天然的降胆固醇良方，还能改善血液循环。但高剂量的烟碱酸却会让血压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剧烈波动。让我解释它的作用机制。烟碱酸会让血管突然扩张，血液大量涌入皮肤表层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会脸红发热，但问题在于血管扩张后会迅速收缩，造成血压急速震荡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这可能只是暂时的不舒服，但对60岁以上的长辈，尤其是本来就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人，这种剧烈波动可能触发中风或心肌梗塞。更危险的是，许多人服用的剂量远超过身体所需。我看过有人每天服用500到1000毫克的烟碱酸，这比实际需求量多了50倍以上。他们以为这样能更有效降低胆固醇，却不知道正在让自己的血管承受巨大压力。常见的症状包括脸部潮红、头晕目眩、心悸，夜间血压突然升高。有些人还会出腺苷功能异常，因位高剂量烟碱酸会增加肝脏负担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缓释型烟碱酸，许多人以未缓释型比较温和，就自行购买服用，完全没有医师处方，但缓释型反而更容易损伤肝脏，绝对不能随便吃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每天只需要10到20毫克的烟碱酸就已经足够。请检查您的综合维他命是否已经含有 B3， 避免重复补充。绝对不要在夜间服用，也不要同时服用多种含有烟碱酸的产品。更安全的方式是从食物中摄取花生、鱼肉、燕麦、香菇，这些都是天然的烟碱酸来源。如果您的长辈最近常说头晕、脸红、睡不好，请不要忽略，这很可能是烟碱酸过量的警讯。我见过太多长者家里摆满一整柜的营养补充品，每天早上要吃10几颗胶囊，却越吃越焦虑，越吃越不安。他们不知道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，只能盲目地相信瓶子上的标示。
让我跟您分享张阿姨的故事。张阿姨73岁，退休会计师。她曾经跟大多数长辈一样，每天服用各式各样的保健品、维他命、D、E、B 群、鱼油、护眼配方、钙片，七加起来超过15种。她的血压一直控制不稳定，时高时低，常常感到头晕、疲倦、睡眠品质也很差。后来我建议她把所有的补充品都先停掉，改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每天好好吃3餐。她的早餐变成1颗水煮蛋、半颗牛油果、全麦吐司、1小碗蓝莓、几颗核桃。午餐是1份蒸鱼、大量的绿色蔬菜、糙米饭。晚餐则是鸡肉或豆腐、地瓜、各种颜色的蔬菜。就这样，没有任何药瓶，没有任何胶囊。6周后，他回诊时，整个人都变了，血压稳定了，不再需要频繁调整药物，思绪变得清晰，人也有精神多了。最让他开心的是，他终于能一觉到天亮。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医师，我觉得自己终于活回真正的自己了。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？因为食物中的营养是最平衡的。1颗鸡蛋不只有蛋白质，还有卵磷脂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这些营养素会互相协同作用，让身体更容易吸收利用。一把菠菜不只有维他命 A， 还有叶酸、铁质、抗氧化物，这些都是瓶装补充品无法完全复制的。人体不是为了高剂量营养素设计的，而是为了自然均衡的食物节奏设计的。让我给您一份60岁后守护大脑的黄金食物清单：绿叶蔬菜、菠菜、地瓜叶、芥蓝，含有丰富的叶酸和抗氧化物；浆果类，蓝莓、黑莓能保护脑细胞不受自由基伤害；深海鱼、秋刀鱼、鲑鱼、沙丁鱼提供 Omega-3 脂肪酸；坚果类，核桃、芝麻含有维生素 E 和好的油脂；全谷类，糙米、燕麦提供稳定的能量和 B 群维生素。真正的保健不是靠瓶子里的胶囊，而是靠每天那一盘5颜6色的食物。如果您听到这里，请先深呼吸。我分享这些不是要让您害怕，而是希望您更清醒、更有智慧地面对自己的健康。60岁后，身体确实变得更脆弱，肝脏和肾脏的排毒能力变慢，血管的弹性下降，对药物和营养素的反应也变得更敏感。这时候补错比不补更伤身。但这不代表您就要放弃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您重新掌握健康主导权的最好时机。我想告诉您一个医学上的核心理念：保护身体的不是数量，而是智慧；不是恐惧，而是觉察。觉察就是静下来，听听身体在跟您说什么。当您头晕时，不要急着再吃1颗药，而是想想是不是补充品吃太多了。当您手麻时，不要忽略它，而是检查一下是不是维他命 B6 过量了。当您血压不稳时，不要只是调整药物，而是看看是不是烟碱酸或维他命 D 在作怪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可以做3件简单的事。第一，每晚睡前喝1杯温开水，帮助身体代谢。第二，每天散步30分钟，让血液循环更顺畅。第三，好好吃3餐，让每一餐都有颜色、有营养、有爱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，才是真正守护您健康的基石。我想对每一位听到这里的长辈说，您永远不会太老，永远都有机会重新掌握健康与独立。您值得拥有清醒的头脑、稳定的血压、安稳的睡眠。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人，让更多长辈活得清醒，而不是被一瓶瓶补充品牵逐走。如果这支影片让您有收，或请订阅长寿智慧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健康。谢谢您的聆听，愿您平安
健康、喜乐、